嘉义县的布袋戏团三麦堂，即阵结合无同款的文化团体来举办布袋戏嘉年华，希望利用创新的方式行销传统文化，也让民众了解到因目前所遇到的问题。观众秀甲布袋戏翁仔做伙表演，传统技艺创新演出，吸引未少民众全港来看。从屏东过来，那你看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很酷、很创新、很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就是很少看到戏友跟真人的官将手一起表演的。台北特地下来的，然后就是可能从几年前就对三妹堂就非常的感兴趣，然后就是一路这样跟着他们拍照，然后就是也是学习一些布袋戏的一些就是很多事情啊。三麦堂的翁仔甲观众秀合作演出，观众秀穿的阵甲嘛有参考三麦堂的翁仔，会结合无同的传统文化，嘛是因为因拢拄到传承的问题。咱即马台湾的布袋戏团嘛是相共，大家团拢剩一两个，所以若是要做大型演出的时阵，拢爱去别团去调。自己就是感情比较好的友工或是友人，然后请他们帮忙来，就是一起完成这个演出这样子。对，那小孩子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慢慢寻找，因为毕竟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在，就是喜欢热爱这种正头东西。哎，是不是就整个扎下去了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是轻轻的放开，哎，它是不是又张开了？甲民众认捌布袋戏，小改新的作品，佮配合无同的传统技艺，三麦堂表示，传承的问题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来改变，甲大家的资源合作伙，让传统文化有新的感受，希望增加民众的注意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